为下这平安，咱即阵咱来念今日的信息。第一首咱来念信息第9首。咱现念信息第9首，信息第9首就是一首足水的诗歌吼，伊是圣法兰西斯所创作的诗歌吼，伊所做起来。伊即首诗歌吼已经800年啊。咱即时阵，咱来念一个800年前的诗歌，你有感动无？有吼，真感动吼。不止安尼是吼，即篇是用诗篇145篇所创作的吼，所以咱咧念即首诗歌的时阵，咱用心来甲看，来享受对诗歌顶面的喜乐甲祝福吼。所以咱用喜乐的心，咱同齐来念即首信息第9首吼，将咱的上帝的荣耀甲欢喜甲唱出来吼，来。万物撒干花雨的雨，我若上帝最下音息。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上帝的爱无穷无尽，从上帝对海的万民，我若一边。咱来念第2首543首。543首嘛是一首真水的诗歌吼。543首是伫个对伊的歌词是对约翰福音书13章15节，因为我已经用模样互恁照我的所行来行，吼，所以咱即首诗歌叫做《我爱学主的款式》，咱来念第1节、第2节，真振奋的诗歌吼，真大的激励甲鼓励吼。伫遮一个主日开始的时阵，咱大家互相会当来请安。咱用听，互咱自己做一会，咱来互相请安。咱起立，咱爱使我们相聚一起吼，咱大家来互相请安。
45篇第2节，咱同做来读。你比世间人较好看，伫你的喙满满有恩惠，所以上帝赐福你，直到永远。你比世人更美，在你嘴里满有恩惠，所以上帝赐福给你，直到永远。阿门。今天咱来念圣诗125首，美妙主耶稣，美妙主耶稣。上帝啊，求你甲我创造清洁的心，和我的内面有换新净地的心。上帝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咱同齐来念这首祝上帝这首，祝上帝这首，你来勇敢下你。实在兄弟来吟，祝上帝这手，你来勇敢
正做一体。你主请求请就请做一体。你主上帝请求请做一体。咱将一切荣耀归于咱的主上帝。咱煞只，咱过来领受诗篇17篇第1节，特别的祈祷安尼讲：耶和华啊，求你听公义，留心听我的求救。我的祈祷毋是对奸诈的嘴唇出，求你耳耳孔来听。耶和华啊，求你听我公义，侧耳听我的呼吁。求你留心听我这不出于诡诈嘴唇的祈祷。阿门。咱今条咱同齐来念这首为这个土地阮诚心祈祷。为这个土地阮诚心祈祷。阮主的真理那永远的免救。为这个城市，阮刚被困囚。阮主赐我命，予阮骨肉连续。阮全能天父上帝，你心公公理，阮所用甲悲伤，拢离开阮心中。阮全能天父上帝，你旨意在这，阮毋茫甲伊落，永远踮阮心中。阮全能天父上帝，你心所讲理，阮所用甲悲伤，拢离开阮心中。阮全能天父上帝，你旨意在这，阮毋茫甲伊落，永远踮阮心中。阮永茫甲伊落，永远踮阮心中。咱同心来祈祷。主必听阮的阿爸爸上帝，你是阮性命的主，明白你是阮一生上介大的福气。你用恩惠甲怜悯，你用一切你所创造的，凡那跋倒的，你就扶持；凡那受压制的，你就牵因起来；凡那求救你的，你就甲因亲近；凡那敬畏你的，你就诚因心所爱。愿用阮的心神甲信心来到你的面前，感谢你的大恩惠，学到你的公义。愿全能天父上帝，你的圣国降临，愿你的旨意伫城，伫地里，亲像伫天里。愿愿望甲喜乐永远踮阮心中，敬虔拜列阮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求，阿门。大家请坐。
我要全心感谢耶和华，我要保养你一切奇妙的所做。我要在地你欢喜快乐，至关的啊！我要学罗你的名。即条咱三角起立来念圣诗第9首。圣诗第9首，万有三角主真欢喜，请咱念全首。万有三角主真欢喜，学罗上帝一声吟诗，哈利路亚。爱无穷无尽，创造天地海角万民，阿罗天父永光上帝，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日头出现，大光满天。请坐。即条咱三角同心压头来祈祷，真欢喜有主的恩典满满伫阮每一个人当中，互阮每一个人透早起来，拢有真好的精神、真好的空气通一食，来还来对透早甲暗来平安来过一天。阮今日三角组织伫这教会当中。求主你引带带领阮，互阮会当伫即个所有的同工，无论是主日的分享，还是所有的同工招待人员，愿主你祝福，互阮每一个伫这服侍当中，拢会当得到主的恩典满满，主的欢喜伫阮每一个人当中。主啊，阮也要求你来参阮三角基地。来祝福着阮教会兄弟姊妹每一位，拢会当得到主的平安，伫每一位的心内。阮也求主引带领，未甲阮来伫阮当中聚会，无论是艰苦悲痛的，还是行动无方便的，拢会当求主你带领，求主你恩典，求主你所赐的祝福，拢会当伫每一个人，拢会当得到主你的顾守，拢会当得到平安甲医治。阮要将今日的时间拢完全交托主主你，求主你帮助阮，互阮今日的聚会，无论是讲的、甲听的，拢平平会当得到主你的祝福，拢会当得到主每个恩典满满伫阮每一个人当中。我们将今日的所有的聚会拢交托伫主你，
愿安尼祈祷恳求，拢是要奉靠主耶稣的圣名。阿免。求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成事愿平安。这条咱三角来掀开圣诗后壁面启用文，启用文第2记载伫诗篇第1篇。启用文第2记载伫诗篇第1篇，显着我来启，恁来引。无趁歹人的计谋。无坐褻渎的位，伊爱慕上主的律法，亲像果子树栽伫溪边，跳马会打去。歹人就毋是安尼。所以审判时，歹人会互上帝算账。因为义人的道路有上主在看顾，歹人只有灭亡的一条路。续接咱今日圣歌对所要献的诗是：圣哉，圣哉，圣哉！即条咱三角起立，咱来坐念10届。
第一届，我以外恁毋通拜上帝；第二届，毋通为着家己雕刻偶像；第三届，毋通人善称耶和华你的上帝的名；第四届，为着记你安息日守伊做圣；第五届，我要敬你的老爸、你的老母；第六届，毋通害死人；第七届，毋通行奸淫；第八届，毋通行体；第九届，毋通做假干净，陷害你的厝边；第十届，毋通贪心。请坐。即点咱三角来看今日的圣经。今日的圣经记载伫新约帖撒罗尼迦前书，帖撒罗尼迦前书第5章，咱要对15节来看到18节。台语汉语本是第235页。帖撒罗尼迦前书第5章15节，谨慎无得用歹报歹，或是大家相款待，也是款待正人，着常常对立迄个好，着常常欢喜，着祈祷无煞，凡事感谢，因为这个是上帝点伫基督耶稣恩恁的旨意。以上。求主将你的话记了伫阮心。今日牧师所要讨办的信息，这大题目就是基督徒的生活态度。基督徒的生活态度。今日要分享的第一个小点是追求良善。追求良善，咱将时间来交牧师。请三个下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虽然阮活伫一个千变万化的世界，有时出日，有时落雨。有时有地动，有风台，总是阮知，这一切拢是上帝你的掌管，是你的业力，互阮来过活。阮愿要用欢喜感恩的心来过阮每一天的生活。无论拄着什么款的境遇，互阮无毋是真说一个追求进步。追求良善，助你的子民，你的囝儿，但愿你通过今仔日阮所读的圣经，帮助阮来建立阮好的德行，特别伫阮生活的态度的顶面，阮有所领受，甲实践。安尼感谢恳求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来求，阿门。姊妹，大家平安。愿主的平安常常甲咱三个伫地，阿门。咱今年头一个风台特别入来吼，敢若伫咱北部无啥物感觉吼，佫出大日了吼。不过南部开始，莫讲南部甲台中站就做大水啊吼。不过这个风台叫做什么名？敢若路的名吼，丹纳斯啊吼，迄种译音啦吼，嘛毋知啥物人去号的吼，有国际性的一个名称啦吼。风台通常拢过了，咱就较袂记哩啊吼，看人记条条的，啥物托尔啊，啥物有无？够象山哦，好像神，好，迄个较严重，咱记会条啦吼。后来，虽然是安尼吼，也袂影响到北部啦，因为即摆是行台湾海峡，一位南北行啦吼。有人讲袂啦，袂入台湾啦吼。不管有入无入来吼，咱拢用感谢的心啦吼。因为出日落雨，拢是主所定，对无？两项拢是花木所什么欠用，吼。无论好天也是歹天，这样是上帝在掌管吼。
后来今仔牧师要来用一个题目叫做追求良善，这我叫做第一讲，我甲用一个主题叫做基督徒的生活的态度。咱拢有态度无？什么款的态度？要安尼好好过，还是讲凊彩过？比如讲你出门就好，你会老头脏无？你会洗面无？你会撸喙手无？你会西装打扮无？因为要见人，对无？咱早起要来上帝圣殿，要见什么人？有见到无？有哦，上帝就是咱要尊重的对象，所以咱得用圣洁做什么？真啊，存着圣洁的心嘛。当然嘛是爱穿整齐啦。我会记较早，阮的牧师甲人讲恁来做教会做礼拜，莫穿浅拖来。什么叫浅拖啊？拖鞋啦，莫穿个短裤仔啦，青青菜菜，爱端庄啦。伊无叫人穿足水的，至少爱端庄。但是佫要紧，就是你内心啊啦，清气对，圣洁最正他。这真要紧，迄就是你的态度啦吼。所以人是咧追求进步、追求新鲜的动物，是不是呢？为什么电视拢定咧广告有无？伊就是要吸引你。即摆有啥物产品？不管药品也好，家庭用电器也好，还是汽车，是你拢想讲这跟我啥物关系？我哪会去买？但是迄广告真有效呢。嘛是有人去看到，就是要去买。伊是要去追求更较新鲜的、更较水的、更较好的物件。政治人物嘛共款啊，伊做者咱最近拢咧讲什么代志？新庄那点嘛五股嘛是，泸州嘛是，我讲新庄去即个小错乱去泸州嘛共款其实咱即摆有一个大罢免，对无？有无？电视拢咧报无？7月26，对不对？来，这就是要甲这不适任的政治人物甲伊罢免起来。罢免起来，毋是讲咱得去定选呢，换较好的、较适任的，这是咱的国父李正所创立的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对吧？对，说法咱一个官兵所以做个政治人物，一定要追求伊的名声、伊的地位，也好伫地方爱好名声毋通成做一个互人讨厌的人，对无？来，做生意的人嘛共款，伊拢咧追求啥？趁钱，是不是呢？追求利润了钱生意有人做无？无啦，了较少就影啦，小小啊卖，会当安尼趁钱，追求财富。你做业务的人，伊嘛有压力，伊才追求啥？业绩。学生咧追求啥物？做学生的人，成绩学业要进步。若青少年，你知影即摆青少年拢咧追求啥物件？足苦恼啦，青春美丽离咱足远啦，啦，因咧追求新鲜啦。即摆咧利用啥物？有当时你对伊袂着呢？共款。现代人咱咧追求啥物？请问你是毋是现代人？还是古早人？拢有。中国的，
讲老实讲吼，不管啦，只要是人，你拢咧追求啦，对吧？哦，陈老师，你追求什么？幸福美满的家庭，哦，对吧？咱的苏琴陈老师一起，伊还叫我结工，今仔日才公开者吼，因爸爸陈武公博士嘛是我的亲人，还叫我阿姐，有足大个吼，恁要对伊叫会使啦吼。今仔日暗时过年，不要紧，轮回无轮回啦，因为阿公是我的结拜兄哥啦，安尼就知啦，所以我叫我结公安尼吼。好来，现代人咧追求什么？尤其是咱做个基督徒，咱搁咧追求什么？逐天咱来思考啦吼。所以使徒保罗，吼，伊劝勉帖撒罗尼迦教会即个信徒，安尼讲，拄则咱年中咧带咱读的迄段圣经，讲谨慎，安那无得用歹报歹。通常咱安怎讲？君子报仇，3日未晚啦，小拄会着啦，你知道是不是安尼想？基督徒安尼想无？袂人举手，你看，这就是人啦。哦，虽然即无机会，以后嘛是会拄着啦。毋过保罗甲因讲安那，着谨慎啦，无得用歹报歹呢。哦，迄是大家三款态，也是款态正人，常常着对入迄个什么好。咱个中文的圣经叫做良善，有无？良善就是好意思。过来，哦，着常常欢喜，常常喜乐，着祈祷无煞，不住的祈祷。请问你一天祈祷几摆？3摆哦。早顿、中昼顿、暗顿，要困暗眠安就困啊。哦，安尼嘛是无4摆，对不对？哦，不过常常祈祷无煞呢。你敢无捌安尼过？就不要紧，吼，这咱以后佫讲着。过来，凡事安那感谢，因为这个是上帝点的基督，恁的旨意啦。咱有熟无？这段圣经，好，这咱甲称作讲是基督徒生活的4粒的珍珠啦。珍珠咱会珍惜无？会保重袂？嘿啊，因为有价值啦，哦，所以基督徒都应该追求良善啦，哦，这是信徒生活态度第一项。第二项讲，就常常喜乐欢喜，祈祷无煞，不住祈祷，甲万事感谢，哦，拢逐日咱来追求，所以牧师要用4摆。哦，因为后礼拜毋是我讲道啦吼，所以会连续，嘛毋是连续啦吼。大家伫咱泸州用4摆的时间吼，甲大家做伙来探讨吼。今仔咱要来探讨第一项，追求良善啦吼。我毋知咱有咧看电视无？有咧看电视无？有哦。我没有知识，也要常常怎么样？看电视，我这2天注意到一个新的广告呢。哦，迄个广告是讲不够善良，良心发现，迄个善就是扇子的扇，迄广告电风，有人注意到无？哦，不够善良，这电风无够好，不够善良，良心吼，嘛是凉凉迄个凉。新的发现啦，我感觉很有创意哦。哦，好，到我今仔要讲，搁要讲，良善善良有讲无？迄叫做良善甲善良有讲无？
科多师傅啊吼，讲的啦吼，不过善良啊。好，好来，咱中文是写良善吼，不要紧。不过台语是讲好，好人，好无？啊，你人袂歹，你人真好，有无？个性好，啊个安那？脾气好，个安那？心肝好，对不对？吼，啊，这钱个袂人讨，啊，这是好人。咱捌共借钱过，加减啦，敢手头较暗啦，对无？嘿，共周转一下，啊个信耶稣，讲，互你食，互你穿，互你借钱免还。透早好康诶，诶，我顶回吼，去咱迄个马街牧师因太太有无？又聪明。伊个原名叫长啊，迄阵啊5股9岁嘛150年，甲咱共年啦，啊有去寻根啊，我毋知咱几人有去，我嘛对因去山顶5股坑啊吼，啊去迄个长啊，啊当时5股9个牧师就伫遐咧报道安尼啦吼，我恁着来信耶稣，啊无恁后摆吼见面着长啊，拢咧想讲长啊是啥物人，我哪捌哩。哦，迄是古早人啊，对不对？吼，虽然讲啊，拢姓张，拢住喺迄个所在，伊叫张阿昌啊。其实我徛伫边啊，吼，因为迄是一个庙埕啊，还有一寡善人信女，哦，坐伫伊条遐拢算有会人，就讲即句出来啊，讲叫阮信耶稣，啊，互我食，互我穿，互我借钱免还。诶，我真正听着安尼呢。我徛伫边仔就。伊迄个阿婆就咧讲啊，可见真侪人对咱的印象是安尼，哎呀，啊，所以做好人啊，哦，咱甲咱借钱莫共讨，因认为讲，哦，安尼咱则是好人。不过良善，伊个即句是希腊文翻过来，哦，我今日教咱一句希腊文，这种字叫做希腊文啦。哦，甲英文上无啥共，叫做阿嘎，头前个阿嘎 sauce， 哦 sauce， 哦，好来，咱有英文的发音嘛？阿嘎 sauce， 哎，咱这边读出来，阿嘎 sauce， 阿嘎 sauce， 过来，阿嘎 sauce， 好，这个良善。阿嘎 sauce 什么意思？意为解释就是有美好的性质，哦，比如讲一台车，什么叫做好车？性能，有无？马上会当就启动，过来没有杂音，对无？啊，过来铁棒爱哪高爱用，弄袂歹。啊，佫有啥物？省油，哦对，哦这上重要。啊，过来。咱互你讲着，奶草，佫袂赶时间，我靠袂歹。啊，佫啥？哦，咱就感觉讲啊，这就是好车啊，是毋是呢？查甫人拢嘛都咧追求迄个好车，哦，比较进口较好啦，还是国产的较好？拢好。哦，这司机你才知影吼，小。那符合都要讲遐条，叫做美好啦。过来有路用，我咱咧食这有路用的人，有利益的人，无啦，要食唔讨趁。啊，真这社会啥笨手哦，就最近拢咧讲这句，哦，拢咧骂人诶，迄无路用啊，笨手爱单调啊，是不是？哦，啊过来还有道德正义。你有迄个正义感，莫乌的变讲做白，对不对？过来你要自善，自善意思啥？自心啦，好心啦。过来爱清清白白，哦，唔通贪不应该贪的钱，
毋通暗中咧害人。哦，所以咧做好事爱怜悯人。我一看有遮侪解释，亚索斯，哦，这叫良善哦。来，第4篇25篇第8节，迄个上帝是全然良善的上帝，所以这节圣经讲，耶和华，咱做伙读来，耶和华是良善佮正直的，哦，所以伊要指示罪人行正路。因为上帝本身就是好嘛，佮正直的，所以当然伊要咱行伫什么路？中正路、正路，对无？行伫罪人的哦，带咱行伫正路。全然良善的上帝，伊爱伊的儿女嘛，爱安那追求良善啦。哦，那咱要怎样来追求良善呢？好讲，咱来培养善良的心啦，善良的心。你感觉你有善良无？还是你是善良的倒变叫啥？有人讲干巧，啊个啥？高刻哦，这真深哦。对，较像样。好来，咱来看耶稣讲一句话。好来，马太12章35节，这是国语的啦吼。讲好人、善人是好人，好人对所接触的好，就发出这的好了。哦，歹人对所接触的歹，就发出这的歹。耶稣嘛捌医学呢。你看咱身躯有当时会口臭，有无？啊，你家己毋知影。哦，你来甲人讲话的时阵，哎哟，咱拢会敬而远之。为什么？佫歹势啊！你讲，你喙足臭。哦，有可能是无洗喙，但是有当时是对你的腹内有火。哦，可能肝啦，是胃啦，无好势，所以发出迄歹味出来。啊，共款啊！你心内咧想什么，你就讲什么，会袂？啊，无人有的人哪会出口成章？毋是文章的章哦，啊，脏话。啊，你安尼侮辱中华人啊？我嘛中华人呢。哦。对啦，脏话毋是脏话，咱发音要标准。有啊，因为安那，伊都拢想遐歹，所以就讲出歹。毋过你若心内积聚是好诶，你就讲出好话啦。所以可见，咱爱培养善良的心，才会当发出良善来。耶稣讲这嘛是讲做亲像好树，伊会结什么？好的果子，歹树啊啦，袂结出好的果子。人的心中若充满罪恶，哦，有一本册啦吼，就是这个福音册，这内面有一张图，我爱多谢宏宇吼，我这种拜托宏宇给我倒出来，伊给我找出这个图出来吼，袂歹吼。讲一个人的心内面有4种动物，哦，就是咧讲，伊心内有孔雀、有蛇、有豺狼、甲猪，还是猪？鹿港人讲猪啦，猪，我鹿港的港西啊，港西，好来，这4种动物咧表达。第一项就是人心中充满虚荣甲骄傲。哇，孔雀若体色的时有水无？哦，全世界我上水，有无？啊，咱爱人甲咱抱无？哎哟，今仔日妈咪人你若穿遮水，哪有？哦，
心内虽然讲无，心内毋过啊，虽讲无啦吼，毋过心内安那欢喜呢，对不对？咱穿衫就要人看呀，敢毋是呢？哦，我今仔穿咧讲无漂撇，啊，帅哦，这普通的啊啦，这不舒服的啦，哈，嘿，啊无穿西装来啊，吼，今仔较热啦，吼，我所以今仔穿小礼服安尼吼。哎呀，穿衫就是要穿人看，敢毋是？毋过有当时咱就会充满虚荣心、虚荣，啊个嘿骄傲，迄个真有空虚。啊，有当时会亲像毒蛇，比如讲开刻、干巧，吼，啊甲阴险、阴天啊对，哦。面笑，肉无笑，哎，咱要做即款人无？定定嘛拄着，有无？迄叫做毒蛇啦。啊，那豺狼咧，哦，凶恶，个野个啊啦，野蛮，是不是？要甲你疼食落腹，有即款人无？毋过第四种是啥？低还是多？吼，其实咱这有当吼是一种自视化印象啦。低拢做垃圾，对不对？搁减贫惰。啊，事实上多毋是安尼啦。对，是人家性用歹去的啦。哦，像啊，我都互你食，互你掠烂安尼就好啊。那其实低是爱清气的。对啦，毋过你看低调，你就知吼，吓啊！所以咱用安尼来形容，哦，就讲人的心，有当时有这四种咧轮流啦，毋是甲单独一种啦，有孔雀，有毒蛇，有豺狼，还有啥？猪。我较早有一个教文的老师，捌甲人讲，由于中国大陆来吼，伊讲以前伫中国大陆的这大地主啦吼。拢富而不仁啊，北上哦，真好呀，有钱，毋过拢要压制北上这地龙、电龙，骗做实啊。土地毋是因的，拢地主的，啊，修行嘛地主的，哦，啊，所以吼，这电龙过来诚艰苦，啊个敢怒不敢言呐，哦。毋敢，但是因真愤怒下面想到一个无真好的方法，引诱这大地主的囝来试鸦片，安尼知？迄毒品啦，啊试掉了安怎？食掉咧上瘾啦。哦，啊你都爱安怎？爱买啊，开家伙啊。所以，甲伊个囝手头就安那败了了啊！嘿，用这步来报复这个大地主，这叫做用歹报歹，咁好？无好啊，是不是啊？你们害人，嘛害着家己啊！所以，咱基督徒爱要怎样保持迄种？赤子之心啊，什么叫做恰住之心？就是囡仔，哈尼单纯天真的心嘛，哦，要安那有善良的心。好来，咱来读《腓比书》第1章第6节。来，我也深信，起头最好的讲伫恁的，到底耶稣基督的日，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好，我即句讲就是讲，咱就常常要用好，用良善来对待众人。好，来，咱分做2项，第二，我还没讲到那个。
圣性会伫咱的心中做工，互咱内心有善良。所以你变啊培养善良的心，就是逐工爱有灵修的生活，甲主亲近，求圣神来掌管咱的心啊！咱有逐工咧灵修祈祷啊无？真重要哦！你莫想讲啊，咧灵修啊，圣经凊彩读过祈祷凊彩袂使。这是咱甲主交陪的时刻，嘛是咧培养咱善良的心，互咱求主掌管咱的心，求圣神掌管咱的心。来，第二项，咱要用良善对待正人啦，吼。来，咱做来读这段保罗所讲的话，来帖撒罗尼迦5章15节前书来，这嘛是拄才咱读过吼。来，恁着谨慎，吼，迄是什么人拢袂得用歹对歹，吼，爱彼此三款待，亦是款待正人，常常着对入迄个什么良善，就是迄个好。即句讲，咱得用良善、用好来对待正人。来，咱有这两项，第一项伫言语的顶面，咱要用良善来对待正人。又说第4章，来，咱做读来29节，恁的嘴拢唔通讲出拉散的话啦，有话就是拉散嘛，吼，多多着讲什么好话，吼。照及时的欠过来造就伊，互听的人得到稳定，得到利益啦。来，什么叫做垃圾话？什么叫做有造就的话？来，你要分别无？同款一句话哦，不过你讲出来会造就人。也是咧累命啦，迄差足多呢。你的目的是希望伊较好，譬如讲，咱的囡仔毋读册，你有够贫惰，你又搁毋读阿拜德啊，拖西人，哦，迄做歹听，对不对？毋过你若好，你要认真读册哦，好啊读册，阿拜你再成功在无一定要做总统啦，在安啦，出敌啦，出敌啦，啦，所以咱常看到一寡信徒真够讲造就人的好的话啦，不要紧啦，虽然现在不要紧，咱我靠上帝，你莫伤过伤心，对不对？咱毋好讲看到人咧拄着歹代志就是你较歹运啦，我都甲你讲过，你著爱安怎？你毋听我的，有当时咱就讲一寡只无好听的话啊，毋过你讲造就人好是互人得到帮赞，讲亲像得到上帝恩典一般样啦，是何等的高贵啊！而且咱知影讲造就即句话，伊希腊文叫 oikodomeo， 我把它写出来oikodomeo， 不是都没有都有，oikodomeo， 就是讲伊的原来意思讲贴砖啊，变做一间厝，安尼啦，好，贴砖啊，变做一间，所以你若讲好话，会当啊。起一间厝呢，你知毋知？你有当时现主时看袂出来，毋过将来啊啦，会看到伊的效果出来。过来，伫行动的顶面，咱嘛爱加做好事啦，多行善事。来，咱来读这段圣经，帖撒罗尼迦后书3章13节，来，兄弟啊！应行好事，毋通失志，还是讲毋通野善？有影呢？做好有当时会去用误解呢，会袂？比如讲，你伫路边看到人滑倒，还是去互车弄着，
你会过去斗相共无？先报警安尼哦，安尼敢若对吼。啊，毋过伊你若真假你也无电话，要安报警？因为就是捌发生讲，看到人去互弄着，去甲伊斗相共，无叫好伊甲讲，是你甲我弄的啦。警察无来啊，我也无证人啦，安那则说，好心安那，互累金嘛，对啊，有当时吼，咱做好事吼，所以即摆人较巧，你知道嘿，看到当作无看。哇，好撒玛利亚，迄个譬如毋是安尼讲，啊，佫拢伫教会咧服侍呢，大祭司啊，敬学士啊，你够可怜啊！我毕竟来教会无用，今仔我聚会呢，我做长老，我安怎？不，不要紧啦，后壁佫有人，是毋是呢？这毋是古早人，咱即摆人嘛是安尼呢。所以兄弟姊妹，行好事咱会互误解，毋过咱嘛爱行好到底啦。有个人想讲你是要敢若要出名呀？要安尼甲你学乐啦，有无？要做好代志嘛，互人看会着，我才要做呢。拢无人看，我做要做互谁看？所以咱若定想讲，我家己若是真大欠缺时，这个时阵有人来甲我帮忙，我会偌尔啊感激啊！后来初代教会有一个人叫做圣凯文，伊嘛是一个修道士啦吼。伊常常祈祷有一个习惯，伊拢甲双手伸出窗仔外，祈祷足久诶，手只窗仔伸出去，有一摆有一只鸟来歇伫伊诶手诶顶面啦，伊也开始做收。安尼这圣凯文就足有耐心伫遐互伊做收，等2-3礼拜。等甲迄鸟母伊伫做收就是要生卵嘛，等甲鸟母吧，甲迄个卵拢孵了后，鸟仔囝拢生出来，才甲手收转来。你听这个故事，你会感觉真罕过无？会袂？对，校长咧讲这个问题对，迄毋是敢若放尿尔，伊总是爱困啊，2-3礼拜呢，爱食呢，爱放呢，爱困呢，爱来咧度过的时，嘛爱困双手讲袂全软去，放去，对无？哪有可能一直安尼吐掉咧？毋过，你感觉这个故事小罕过？不过，这个故事感人的故事是世世代代拢流传落来啊。就算伊是虚构的啦，不过咱要讲迄个圣凯文，这款的疼心良善的心，对待人类甚至是动物有耐性，有真侪人行好是要表现出讲我是要人看到，有诶是要减轻伊的罪恶感。对无？还是讲做功德、刁民故意，甚至有诶好野人，管偌侪钱是要减税，有无？嘛有啊，拢为着要做人看，所以这拢是基督徒爱避免的事啦。好，来，最后咱要来讲，追求良善，伊诶效果是啥物？好来，常常用良善的心对待人，行逐项的好事，就会结出侪果子，产生真多的果效啦。咱来看就圣经歌罗西1章第10节来，互恁所行合的主，凡事互伊欢喜，伫逐项好事结果子，过捌上帝，哪久就哪进步。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
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啊。有影，伫一切事好事的顶面，咱的确会当结做仁义的果子。不过行好会灰心无？会啊，会失志啊。咱拄仔讲好心莫累心嘛，对不对？做好事无一定大家拢会甲你欣赏呢。咱期待有对方有反应，毋过有时互误解。你是不是不良的动机？总是不管怎样，良善的人所做的事，的确有好的效果。良善的人有真侪朋友呢，甚至动物嘛要诚做你的朋友呢。咱拄则读去，咱拄仔吟的第9首咱苏尊长老真正有研究。伊甲我要讲的拢先讲出来。万有三甲自心欢喜，阿罗上帝做声吟诗，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是 Francis 伊所写的。你知影这有故事啦。伊的心嘛真善良，甲迄个神客面共款，对动物嘛拢真好的对待。然后伊常常去外，去野外，甲这个动物对话，看这个动物亲像兄弟，甲因叫名咧。这个任何这只这个飞熊非常厉害啊！我甲号名啦。你讲会甲你的动物号名？会见啦，猫啦，狗啊，对不对？小花小白啊，是不是？会较好命所以伊无论去到足远的所在做和平工作，有当时拄着一只迄个豹呢，豹是毋是做雄猛？来到伊面前安尼温顺，敢若一只猫啊！伊知影我这好人，动物嘛会偏呢。我即摆大姑姑呀阮楼骹有一个陈太太饲只狗我能叫伊妞妞，足奇怪，别人拢袂，伊拢袂甲吠，敢若一个送家属的逐摆来就吠我种还搁咧送家属不是，无，就是这个送家属第一摆送来时，会甲伊，敢若会甲伊画，也是甲歹，也是甲作孽安尼啦。只狗就甲记掉了。那听你乌大声来就开始吠啦，吠我落大声，我知搁送家属迄动物真敏感你对伊好，伊嘛知影所以这圣分有一摆伊去灵修的时，因为足长的时间。伊得到迄个马拉利亚热病用要死去结果周围迄鸟啦、动物拢围伫伊身躯边呢，咧敢若你是咧照顾伊，你知道？咱有看到迄个什么白雪公主迄个童话故事电影有无？迄个白雪公主嘛是共款啦，圣奥莉拉，伊要去赴暗会王子的暗会，迄鸟佫甲做阵礼服有无？互伊穿亲像安尼共款所以有感而发，则赶紧做这首圣诗第9首啦。来，以前伫南美洲捌有一个飞渡，入去伫间商店，邀请甲这店员来钱摕出来，叫这基督徒，这小姐是基督徒，伊心肝真好，善良。伊甲钱拢摕出来，互这个抢渡，这飞渡，然后讲耶稣爱你，耶稣嘛疼你。这飞渡摕到这个钱感觉真歹势，因为伊本身嘛基督徒啦，深受感动啦，所以钱放落，钱个行伊，点点仔离开。这是不是良善的高效之一啦？所以耶稣捌讲伫审判日，
伫审判日，行好诶，拢要搁得过我；行歹诶，未得到审判。过来，罗马书第2章第5节到11节嘛，有一段真深入的上帝教示，讲上帝义的审判显明的日，伊要照逐人的所行来报应伊。见若糜烂行好，糜烂就是啥？温困啦，求阳光尊贵，甲袂败坏的，将永远保护伊。见若结党，无趁真理来趁不义的，就怨恨甲受气，患难甲困苦，到伫拢总行歹啦。后来也阳光，咱就跳紧的。最后遐尊贵平安，拢要加天，伫拢总行好的人。好，原来一生，最后。我要看免咱大家，咱拢追求良善，好无？用良善来对待人。那呢，将来有一天，当咱见主的面的时，主要讲什么？好，你这个真好个真忠的萝卜，无忠心的萝卜，来入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咱有安尼期待无？安尼，咱今仔开始爱安怎追求良善。好，咱做伙努力，三个头来祈祷。主，阮感谢你，阮知你是良善的上帝。你教示阮得用好报歹，你爱阮培养好的品格，毋通凶恶，都爱有自心。看人的需要，诚做阮的帮衬甲欠缺。主啊，你爱阮用阮所有一切，无论伫经济、伫医治、伫宽免，拢互阮会当讲出造就人的好话，尽阮的气力来帮衬遐需要的人。主啊，阮知影。这就是你爱阮所追求的良善，是好阿加索斯。愿上帝你祝福阮罗州教会所有兄弟姊妹，我们要成做一个良善的人，就是要培养善良的心，就是要伫言语、伫行动来行出良善的事，讲良善的话。那呢，阮就要看见迄个好的。良善的效果，到时当主调阮回去的时，人甲阮讲，好个真忠的萝卜，通入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阮愿意将阮的一生交托伫主的圣手，互阮的教会所有兄弟姊妹，拢成做良善的基督徒，成做良善的教会，来荣光上帝的圣名。感谢恳求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主名来求，阿门。感谢牧师美好的信息。这条咱吟回应圣诗543首，543首。我爱学主的款式，请咱起立来吟全首。
即条咱三甲来奉献，请执行的同工来执行。即条咱三甲起来吟奉献的诗。请坐。即条咱也来读今日的金句，咱台语甲华语各读一遍。来，台语，今生无得用歹报歹，或是大家相款待，也是款待众人，就常常对立迄个好。华语。你们要谨慎，无论是谁都不可以以恶报恶，或是彼此相待，或是待众人，常要追求良善。咱今日毋知有新来的朋友无？哎呀吼，好，不啊，咱即条咱三甲来掀开咱的周报，我来做报告。今日是开拓教会奉献的主日，包括着新教会开拓、支会的经费甲补助，特别是开拓中还未自立的教会，协助会当来早日经济独立，成为同会，请兄弟来关心带导、奉献甲支持。第三，咱健康咨询血糖甲胆固醇的检测。咱伫这7月初10，也就是拜四上午10点到11点，有针对着65岁以上的长者来做整合式的评估，欢迎邀请亲情朋友，也是会当来参加。若要来参加的人，请着带着咱的健保卡，要检查进前下2点钟，咱就莫来搁食物件吼。马街病院台北社区医学中心，甲咱泸州教会来遮联合来办理。第四，年度早孝，7月20主日礼拜结束了后，咱教会财务组要举行着2025年上半年的校务检查，请各单位相关人员准备着校册寄金簿来受检。会计人员请先到银行来补订着迄个寄金簿有迄利息通入社来做一检查，敬请来配合来办理。第五，新港读经班2025年第3季读经本举起头来仰望主，已经放伫咱1楼的招待桌，欢迎兄弟姊妹咱来自由来索取。阁会当伫个人伫厝内底当中，会当每日以进度来做灵修。第六，
咱第三季第7月到9月的这服侍的论值表已经公告，请各位同工来注意到个人的这服侍的这事项甲日期，时间上来有当时也袂当拄好的，请自行来甲其他的同工来交换，并且来通知到咱的干事。第7，礼拜后伫1楼的这联谊厅，伫个算讲碰伊的所在，咱即马设定为着这新人做接待区，请咱的同工协助引带新人来就座，也请其他兄弟咱来让位，互这新人，互因来同这来，互招待人员来介绍咱教会，互因会当搁来明白了咱的教会，也明白上帝。咱每礼拜三暗时8点，咱拢有读经祈祷会，欢迎大家踊跃来参加，来守望教会彼此代祷。第9，会期报告，咱家己来过目。所有团契的消息，咱这暑期儿童营，咱伫即礼拜的这拜六7月12甲13，上午拜六甲礼拜上午9点甲下午4点，阮请到兄弟姊妹来关心甲代祷，奉献甲支持，共同来守望咱这儿童的这品格甲信仰。咱也邀请到有志的兄弟会当伫这12甲13这2天活动结束了后，会当来协助着咱的场地复原，来整理咱这场地。第2，青少年团契伫这8月16、17这2天要来举行着灵修生活营，地点伫台中咱对象就是青少年团契客友、国校毕业的，今年国校毕业的这个毕业生费用甲客友教会这同工每一个人是800块。若说咱这家属还是其他的会友要来参加，就是1600块咱报名对今日开始，到7月27日来查址。咱有限额咱有限人额就是22人。如果若较输讲22人升满，咱就提早来报名这查址时间。咱要报名，咱才来直接到咱这方怡兄弟。第3，咱同心团契伫7月13也伫这下主日小方着教会举办着这儿童生活营，原定的同心例会咱延到7月20来举行。第2小点，7月20第二礼拜后伫教会1楼举行例会。7月20中昼1点伫教会1楼举行着同心祈祷会，欢迎兄弟同齐来为着世界国家为着屏幕的事工、集体需要来代祷。所以就这集体相通，咱家己来过目，来为着这心灵受创伤的，还是艰苦病痛的，为因来祈祷守望。以上。煞只咱来，煞只还佫一个庆生会拄少跳过。咱今日这个7月份这生日这兄弟有黄慧书、郑富先、李玉金、蔡美芝、洪慧文、周志仁、戴宏哲等等，请咱这寿星咱来出个凡是伫这7月份生日的人，咱拢会当同齐来出来遮来同齐来庆生。咱即条咱也请牧师为这7月份生日的人来遮来祝福。
福。啊，通过阮伫7月份，才会受请兄姐，愿求上帝你力上加力，恩上加恩，伫每一人的身上。特别伫因生日的时，会当献上因的感谢，感谢天父，感谢父母，嘛感谢所有的亲人，兄弟姊妹对因的关心甲疼。啊，祝福每一位兄姐因生日的时，身体健康，万事兴通，灵魂得到幸福。安尼恳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生日快乐！这条咱来吟袂变诗397首，愿主赐哦保护你，咱也吟诗煞，咱请陈牧师来为咱祝祷。愿主赐哦保护你，愿上帝永更免照你，也主平安。愿主上帝常常看顾你，守护你平安。咱愿徛在三角来领受上帝所予咱的祝福。但愿你大家得到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以及圣神的相通甲看顾。对这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阿门，阿门，阿门。请坐，咱默祷闭会。